后来继续来看新竹市的北区一个社区发生着恐怖的冲突，一个清洁员疑似甲住户来去口角，竟然是掟对方的颔棍，然后甲人车落电梯井，加在无性命危险。啊，讲这个清洁员竟然是一个通缉犯，甲人车落去了后，马上来绕跑。警方伫个5点钟内就抓到人了。 住户甲体格真好的清洁人员伫电梯前起冤家，这时清洁人员向电伊颔棍啊，出来甲塞对电梯的方向。这电梯的外门被弄开了，人对咧落落去电梯井，想袂到这个查甫人搁徛伫电梯口伫看。住户的老母看到了，要甲伊理论，回现过来的嘴皮。力气很大，不但打我儿子，还打我。他是掉到下面去，整个人被电梯带动，然后带到4楼去。有看到人吗？ 住户掉入电梯井，等无人解救，当时双方伫1楼开始起冤家，弄破外门，伊活落伫电梯车厢的面顶，伫喊救人。保全听了后，敲129，消防人员到现场了后，捌找无人，原来电梯是来到4楼啊！这查某人嘛对电梯来到4楼，加在敢若颔管会疼尔。 代志发生伫新竹市北区9月7日下晡2点外，当时因为住户质疑这个清洁人员并无详细，就咧起冤家。这个清洁人员因为被通缉，人拍完就随走。伫迄暝7点外，伫徛街附近，互警方抓到。受伤的母仔囝嘛已经对伊提出伤害告诉。 这个人真的是蓄意谋杀，我儿子被电梯绞死在里面或掉下去死了，这个大楼以后怎么住人啊？都没有人要关心这个事情，也没有一个有诚意。警方获报立即协助就医厘清案情，令犯嫌因案通缉，于4日案发后5小时查缉到案。 住户老母质疑环保人员将人拍着伤，无这个生意会失礼，加在母仔囝拢无啥要紧，将透过法律的程序要讨回公道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